阿素新西嘎古，米ham ham古巴鲁做达摩南达尼多纳米三班扎给大伊鲁玛喊了来。今天来到第5天喽，这几天有没有实际把我们所学的词汇跟短语应用在家庭呢？有的请举手。哇，阿素新西给你一个赞，放在来的数。那伊娜妈妈呢？Sobat Abisa ni tahu kuawa ini di rumah好。从现在开始，跟着我们的影片一起学习，一起说主语。你会发现，有一天早上，你的孩子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阿美族语哟。今天内容也会教大家如何与孩子制作一个简单好玩的族语游戏，以及播放一段巴拉格劳孩子非常喜欢的族语游戏影片哦。你准备好要跟我说阿美族语了吗？哒哒哒！自在古母树，自在古母树，杜萨古马达，杜萨古马达，杜鲁古法会，杜鲁古法会，18古嘎凤，18古嘎凤，5古保利，5古保利，6古古龙，6古古龙，7古impit，7古 impit， 8古瓦柱8古瓦柱，9古主拉，9古主拉，10古大陆路，10古大陆路。自在达杜萨达杜萨达杜路达杜路萨斯巴特萨斯巴特拉里玛拉里玛阿恩嫩阿恩嫩巴比杜巴比杜法法路法法路萨西瓦沙西瓦马穆尔德马穆尔德Papina aku paru nu rumah nu misu. Papina aku paru nu rumah nu misu. Lima aku paru nu rumah nu mako. Yeay, pangkalai misu. Ha, nu misu tu kuning. Hai. Mari aku kita. Papina aku paru nu rumah nu misu. Papina aku paru nu rumah nu misu. Aku paru nu rumah nu mako. Pangkalai misu. Papina aku paru nu rumah nu misu. Papina aku paru nu rumah nu misu. Cima kuning. Cima kuning. Cima kuning. Nika cima ku fai no miso.
今嘛古法基努米苏，芝麻药，今嘛古法黑呀那嘎嘎努米苏，吉奥利，今嘛古安安努米苏，吉尼干古昂昂努马古。哇，放在来的是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经验与研究的证明，族语是建立孩子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豪的重要媒介，而家庭是族语传承最重要的场所。如果有家长觉得自己的族语说得不好而气馁，不要泄气，因为这是过去错误的决策所造成的。只要我们现在保持对族语正向的支持态度，跟孩子一起学习族语，也能对孩子的学习产生重大的影响哟。就像影片中，我用族语游戏跟孩子互动，让他们慢慢习惯开口说族语，进而培养族语家庭。接下来周末2天，家长可以跟孩子透过我们的影片一起学习复习哟。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奶奶马巴的莫吉大多罗米安尼啊！我说族语我最酷。